是敬拜耶和华，手术恩惠甲良公，伊袂歹留一项好米，无互遐个惊种地的人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可怜人有福气。雅各书1章17节说道：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现在我们要来唱行神迹的神。神，行神迹的神，让我们拍手来说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行神迹的神，每个大人的应许，只要我们不停的来宣告，神你必然成就。让我们发出欢呼的声音，给我们在天上
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没有完全的人，但是神却使我们这不配的人，因着信就能得救。让我们在今天的赞美，不仅仅只是开口；让我们今天的祷告，不仅仅只是一个方式；让我们今天的服事，不是只有靠着双手；让我们爱弟兄姐妹，发出内心的爱，因为神如此爱我们。我们让这首歌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。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将我这不配的人平行得救。你赐生命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旧我，祈求恩主领我，迈向树林高峰，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不是你靠双手，而达到费尽有空，让我爱人不要虚假，让我待人有心而好，让我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。你用重价，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主啊，谢谢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得救。你赐生命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旧我，祈求恩主领我，迈向树林高峰，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不是没靠双手，而祷告费尽有空，让我爱人不要虚假，让我待人有心而发，让我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。这时我邀请我们将我们的右手放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闭上眼睛，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，咱把目睭闭起来，咱想，主耶稣你是物架顶为咱留的宝血，是咱会当牵得受的吗？有足侪时阵，咱做了上帝无欢喜的代志，咱生气，咱冤家，咱无和好。有时阵，咱的祈祷无够气力；有时阵，咱的服侍有足侪的埋怨。是物架顶的宝血为咱留，敢有价值？神愿意用重价救我们，
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的残累。他也是圣灵帮助。今天，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再次的立志，说主啊，我愿意放弃那过去的救我，愿意让你再一次的来帮助我成为那新造的人。你把手放在手心上、心口上的时候，你就跟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你帮助我成为新造的人，让我脱去一切旧的我，让你的话成为我心里的救赎，让我的服事成为有能力的服事，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耶和华。让我今天爱弟兄姐妹，不是我嘴巴讲，而是我发自内心。让我这一个救我的脾气都要在神的面前学会顺服。主，我愿意放掉，因为你住在我的生命里。如果我们还没有跟人和好的，我们跟主说：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跟人和好。如果我亏欠人的，主啊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像撒该一样。让我们学会圣洁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对我们的主来说。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将我这不配的人比心更重。你赐圣灵，你赐圣灵帮助我。胜过老救我，祈求恩主领我，迈向树林高峰。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。以圣洁为装饰，让我学习顺服，让我学习顺服。以圣洁为装饰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都是最幸福的人，我们每天跟随着主的角度，不后悔变改。他赐给我们平安的生命，痛苦眼泪，因为他而都离开。他掌管我们的未来，安排给我们漫长的旅程。他抱着我们走，陪我们一起度过。我们这一生都有他。他赐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他也是我们一生的最爱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等候耶和华的人。让我们都成为等候耶和华的人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最幸福的人，每天跟随着主脚步。不会后悔
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是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。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最幸福的人。每天跟随着主脚步，不会后悔变改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赐人平安的生命，痛苦眼泪都要离开，因他是我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，注意安排。漫长的旅程，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是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。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，注意安排。漫长的旅程，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是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。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，注意安排。漫长的旅程，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。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是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。唯有他是我的最爱，唯有他是我的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你创造的教会里，因你是信实公平，永远应当称颂的。你要在我们之中掌权，在主日学小朋友们今天要说的故事中，你会让大家都学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旨意的有美好一件事。你会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遵行你旨意，我们的教会会更加美好，就如同以斯帖拯救了犹太人一样。你让大家知道，不只是有大人，小孩也可以变成你宝贵的器皿。向你献上祷告。这时，咱要有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，今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面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到一世人。请牧师祈祷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的祈祷，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，因为阮知你听阮，互阮伫阮人生所行过的侪侪个阶段，你拢诚做阮的牧者，引带带领阮。你也伫阮的生命中间有恩典，有赏赐。你是阮一生所选择，阮所喜爱的军队。当今仔日，阮伫儿童主日崇拜的中间，也要将阮的囡仔细囝，以及阮教会后一代，也带来到伫你所定着的圣所，要伫即个中间，甲因三甲同心合意，伫你的面前来敬拜甲学乐。主，阮要照你所互阮的教示，互囡仔来到伫你的面前。阮要照你所教示阮的，将阮所领受的恩典甲阮的信仰，也传互伫阮后一代的身上。主，阮要将即间教会未来，也交伫因的手中，互更较侪人因为你来得到利益。主，愿你伫阮的中间来成做阮的牧者，开力、保守以及安慰，互阮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阮的主日、阮的礼拜，以及阮甲阮的细囝同心合意伫你面前所摆列的，愿你感纳。安尼祈祷，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献诗，今仔日主日学所要献的诗是成就伊的国。